王伟摕伫结束日本、韩国往来行销后，18日佫亲自前往马来西亚槟城参加台南地友水果展售会，而这也是台南往来首次伫马来西亚开卖。由于马来西亚位伫咧热带，自身甲周边国家热带水果品项相当的多，而这次台南往来会当进入马国的市场，也是一大突破。看我们现场非常热闹。那么在哪里呢？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槟城，华人聚集的最大的地方。那现场很多好朋友，有台湾来的，有当地本地第2代、第3代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来尝试我们试我们台南最棒的钻凤梨。那除了凤梨之外，我们还有永良东巴茶，还有红心芭乐，还有芒果果干，还有很多台南的好物，我们通通介绍给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很多的好朋友。那接下来我们也会跟通路商来这个一起开会，那希望他们能够把更多的好东西带给当地的民众。那既然做贸易就有来有往，所以他们也会把当地有特色的农特产可以介绍给我们台湾。早伫咧这批往来运伫咧槟城前，就引发关注，开放预告马上就要抢了。透过产品现场展示甲推广，互当地民众认识台南农特产特色，也互消费者对着台南往来当归茶芳甜滋味留下深刻印象。台南市政府未来将持续透过多元行销策略，拓展国际市场版图，互台南有机农产走向世界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